AI 領換有一場萬眾期待嘅盛會就嚟震撼登場啦！3月17號至21號，輝達將會喺美國加州聖荷塞舉辦全球 AI 界頂級峰會 GTC 2025。呢場盛會預計會有25000名行業大佬親身到現場，仲有30萬線上觀眾圍觀，諗起都覺得好火爆。根據輝達官網嘅消息，今次 GTC 大會真係好有料，超過1000場演講，300多場現場展示。輝達嘅 AI 同加速運算平台將會大展拳腳，解決氣候研究、醫療照護、網絡安全等一系列全球超級棘手嘅難題。人形機器人技術同自動駕駛領換亦會有新突破，係咪好期待呢？要講今次大會嘅重頭戲，梗係輝達 CEO 黃仁勳嘅演講啦。北京時間3月19號凌晨，老王將會發表主題演講，聚焦 AI 智能體機器人技術以及加速運算嘅未來發展。先同大家盤點下今次 GTC 大會嘅幾大看點。首先 GB300 同 B300 就嚟發啦。上年 GTC 大會上，輝達發嘅 Blackwell 人工智能平台真係轟動咗市場，雖然量產遇到啲小波折，但近期財報會上黃仁勳話已經成功實現大規模生產，第一季銷售額就高達數十億美元，而且老王仲提前劇透，今年 GTC 有超級興奮嘅嘢要分享市場，都好期待新一代芯片 Blackwell Ultra GB300 同 B300 系列芯片將會亮相，呢可能係今次活動最大嘅亮點之一。聽講 B300 系列計算性能更強，內存亦都更給力，相比 B200 系列性能提升咗50%。仲有消息話 GB300 最早5月出貨，要加速替代 GB200。另外，由於功耗同散熱需求增加，輝達將會全面導入水冷技術，呢唔單止會令水冷相關配件用量大增，仲標誌住2次冷革命到來。今年嘅 GTC 當然唔會淨係展示一個產品線，輝達預計仲會更新下一代 AI 芯片架構平台 Vera Rubin 嘅消息。上年6月老王首次公相關消息，呢個平台預計2026年亮相，係邁向通用人工智能嘅重要一步。聽講 Rubin 平台內存同性能都好勁，黃仁勳都暗示過佢嘅變革潛力。有行業人士猜測，老王可能會喺大會上提前透露 Rubin 之後嘅產品線，包括2027年產品路線圖。好似傳聞中嘅 Rubin Ultra，預計2027年發，內存堆栈大幅增加，總內存可能高達576 GB。今次 GTC 2025大會仲會舉行 China AI Day， 即係雲與互聯網在線中文專場，計劃於北京時間3月18號上午9點30分開始直播，包括字節跳動、阿里雲、百度、螞蟻集團、京東、美團喺內嘅多家國內雲與互聯網企業將會齊聚一堂，分享大語言模型等領域前沿進展，展示點樣提升生產 KPI 性能同效率。呢場盛會可以話係國內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嘅集中展示。而家中國股票市場 AI 熱潮正猛，全球都喺關注中國企業喺 AI 領域嘅創新突破。另外，今年輝達首次推出量子日，3月20號呢個活動將會聚焦量子運算嘅現狀同未來發展，仲邀請咗業界大佬一齊討論。值得一提嘅係，今年1月黃仁勳仲話量子計算未來20年唔係好有用，呢句話當時令美股量子計算相關股票暴跌，亦都引來業內反駁。而家輝達又大張旗鼓搞呢個活動，有行業人士認為呢係一種道歉姿態，表明輝達重新重視量子計算潛力。總之，呢場 GTC 2025大會看點多多，無論係芯片技術嘅突破，定係車應用領域嘅拓展，又或者係唔同國家企業喺 AI 方面嘅交流，都有可能對未來科技同財經市場產生深遠影響。我哋持續關注睇呢場 AI 界嘅頂級盛會，點樣為我哋揭開科技與商業融合嘅新篇章。